姐姐，欢迎大家来到哈克哆瑞咪，赶快准备好，跟着默默、亮亮、点点、小蜜一起来跳舞喽！今天我们要唱的歌曲叫做《音乐课》音乐课，准备上课喽！小米咪，笑眯眯的音乐课，音乐课，都欢喜，都高兴。刚刚教的客家话，大家有记住吗？让我们再跳一次音乐课，音乐课。客家话大家有没有都学会啊？那哈克哆瑞咪，下次再见哦！赞了！